弟兄姐妹平安，请安静心，让我们跟随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主日。诗篇66章1至4节，全地都向上帝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上帝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亲爱的上帝，在这美好早晨，恳求你成为我们的主，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满心赞美你，以平静感谢的心来领受你的赐福，好让我们预备好自己，得着祝福。以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接下来我们的诗歌敬拜。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跨过2022来到2023，即将要过农历的新年了。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仍然要靠着耶稣得胜，靠着他加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蛮有能力。现在我们请会众一同站立。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永在站立。我们一起更热情的来唱诗歌，赞美耶稣。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永在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再一次有主，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永在站立。我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
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再一次，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将掌声献给耶稣。会众请坐。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感谢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
谷中百合花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百合花品种，而是一种适合在海拔高处的沙质土壤里成长的特殊百合。因为以色列的地理特征常见山谷还有沙漠，适合这种百合花的生长。又因为它常长在沙漠，花的周围常常会被沙漠中的荆棘包围。会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今天我们放眼看世界，到处都是罪恶，就像山谷百合那样，四周都是荆棘。我们要战胜这个世界，唯有把主耶稣当作救主和良友。求你保守洁净我们的身心灵，一生遵行你的旨意，爱你，信靠你，仰望敬拜你，像这首诗歌写的那样。阿们。现在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谷中百合花》。弟兄预备。恩主耶稣是我良友，让主真的万有，万人中救主是我最好邻友。恩主是谷中百合花，我唯一需要它，它能洗净我，使我圣洁无瑕。姐妹也一起哦。悲伤是他来解忧，患难是他保佑，一切忧虑全放在主肩头。主是真心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他。我们请姐妹唱。
我们一同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谢谢敬拜小组，荣耀颂。会众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第40章1到11节，旧约573页。那待会由诗会念起文，会众念黄色的印文。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他使我口唱新歌，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所行的奇事，若要成名，其事不可胜数。你已开通我的耳朵，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我在大会中宣扬公义的佳音。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层层保佑我。公祷，为中欧国家祷告，基督徒信仰能够进入生活中，百姓也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理工会北一区教会来祷告，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赐福台湾人民，为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品格教育来造就祷告。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永远。阿门。接下来今天的经课，我们请蔡绵绵姐妹。今天的经课在以赛亚书49章1到7节。以赛亚书49章1到7节，教会圣经860页，由我来为大家攻读。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理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上帝那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上帝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接下来，哥林多前书1章1到9节，教会圣经229页。奉上帝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因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教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由诗会这边来读经。今天的读经的范围是创世纪第12章10到20节，旧约的第10页。创世纪12章10到20节，旧约第10页。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
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她，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奴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是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接下来是诗班献诗，我临正尽。
谢谢诗班。接下来由陈牧师为我们证道，题目是《埃及历险，上主眷顾》。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看见他的软弱，也看见我们的软弱。主啊，我们看见你的作为，也让我们体验你的作为。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回到我们中间，跟大家一起做礼拜。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我们已经读的经文是很特殊的经文，这个跟我们华人文化是绝对不一样的。圣经最可贵的地方之一，就是不为长者讳。我们对长者所有的缺点，因为认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所以我们都忌讳讲。而长者也不愿意把他的软弱、失败告诉我们，我们就在从中摸索，学不到教训。但圣经上可贵的地方，竟然把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软弱说出来，而且描述的淋漓尽致，这让我们很想象不到，这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吗？怎么会变成搞暧昧的人呢？是同一个人吗？作为我们信仰榜样跟典范的人，竟然成为我们见解的人，而且是同一个人。其实圣经上这样的例子很多。请问有没有一个人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能力？他的老妈就是法老的姐姐，他又可以统领埃及军队出入打仗，所向无敌，行政能力一流的，口才一流的。结果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算什么？”就一直说我没有口才。他跟上帝滔滔不绝讲的长篇大论的结论就是我不会讲话，是不是同一个人？很荒谬跟很矛盾哦。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件事情。他说：“哎，陈牧师，你怎么从台北来讲这一篇道，讲这种的事呢？这个小事情，因为我们对于忌讳、避讳的事情都说啊小事情，对不对？其实这一件事情是双重的，因为亚伯拉罕在埃及说谎，他在基拉尔也照样隐瞒他妻子的身份，然后他的儿子以撒也在创世纪26章做同样的事，一件事叙述了3次，那表示这很重要。因为希伯来文没有最高级，他们说了1次、2次是强调级，3次是最高级，所以最神圣叫做圣哉、圣哉、圣哉，对不对？然后你看圣保罗悔改信主，遇见耶稣说了3次，耶稣预言他的受难也说了3次，所以这件事情一定不是小事，也不是茶余饭后的笑谈。在亚伯拉罕的事迹里面说了3次，表示他有他属灵的意义，而这个属灵的意义虽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期待的亚伯拉罕应该成为我们的典范，对不对？好，我们来了解，所以我们从这点来想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亚伯拉罕到底为什么这么恐惧，这么软弱？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上帝怎么对待一个恐惧中、软弱中的他的子民。第3个，我们再来看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给我们什么样的出路。好，我们先来看，我们在发现哦，亚伯拉罕在恐惧哦，我们觉得很不值得。为什么？你看这个人在创世纪12章第3节得到上帝的奇妙的应许，
上帝说：“你要去，使万民怎么样？因你得福，万国要因你得福，对不对？”然后呢，上帝又给他应许说：“凡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凡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亚伯拉罕他可以放心去，因为主与他同在；他也可以不屑所有人对他的咒诅、羞辱。为什么？因为主必报应那个人。哇，这太棒了！有上帝这撇讲呢，对不对？有上帝这撇讲呢，行路都有风呢。他可以安心上路，上帝绝对保护。而且他一出去的时候，他做了什么2件事情？他到哪里就足坛敬拜上帝，然后在那里足坛就从上帝那里得能力，把自己委身给上帝，然后呢奉献给上帝，变成上帝所派的福星，使别人因他蒙福，美不美？美啊！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呐、随他的脚中所在，都承认上帝的同在，敬拜上帝，呼求上帝，足坛。然后这一点很美，这是我在台语礼拜讲的。他又怎么样？到处迁移帐篷，行走各处，直到上帝把这地方应许给他，他就凭着信心这样前行。这样的人，这么好的人，怎么到了创世纪12章到10节到20节变了样？半暝吃西瓜，暗头翻镜头。大概这个怎么这样子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那个迦南地出现了饥荒，上帝明明把这地方应许给他，赐福给他，又与他同在，竟然出现饥荒。这个莫名其妙。上帝同在，应该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对不对？上帝同在，上帝比环境都还大，应该是让我们胜过这一切。怎么会遇到灾荒呢？怎么会遇到痛苦苦难呢？这是一个谜。所以圣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们凡要进天国，都必须受许多的苦难。”犹太人认为苦应该苦儿女，我们华人是不可以苦我们这一代不要苦儿女，对不对？他们认为儿女应当受苦，但是我给儿女最大的支持、跟力量、跟祝福、陪伴，但是你要受苦，去承担责任，领受上帝的恩典，也要负责任的领受恩典，承担苦，而不要变成一个苦不起的人，苦不起啊！苦不起的人一世人都苦不了。我们都说苦家低，卖苦的有下一代，不是这样子。所以，他出现饥荒的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上帝怎么同在，怎么赐福我们，但是我们必然遇见苦难。苦难的所在，危机、苦难、危机、羞辱、困难。困难的所在就是价值的所在，危机的所在就是转机的所在，羞辱的所在就是荣耀的所在。所以有主同在，可是亚伯拉罕却忘了。人都是选择性的失忆嘛，同意吗？选择性的失忆，真的。第二个，他恐惧。饥荒是外在的环境，这个我不能掌控的，同意吗？恐惧是我内在的心境，我可不可以掌控？我可不可以掌控？我可以成为我情绪的主人，不要成为我情绪的奴仆。我没有办法掌控天气，但是我可以掌控我的脾气，同意吗？我没有办法掌控天要变冷了，但是我可以掌控自己多穿一点衣服。可是他恐惧，他对撒来说：“恐怕埃及人看见你，必要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亚伯兰怕死，他就想出妙计，请你说你就是我的妹子。这样我就因你得到优待，对不对？然后我耐你的情面，我就可以保全我的性命。所以这个恐惧它就产生了妙计，而这个妙计其实是很诡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得了
一群牛羊、伏跸、骆驼，请问好不好？他每次看到这些的，都想到：哎呦，这是我当年最大的羞耻，差点做了法老的国舅，对不对？羞耻。好，然后我们来看他遇到的恐惧，这是克果遇到的灾难跟恐惧，然后他的本能，他做了自卫的本能。一个人在恐惧催促之下，他会做了什么事？他害怕什么？亚伯兰他的人害怕，为什么？因为他很渺小，他把自己认为他跟当时全世界最强的埃及国比起来，他没有国土，他只是一小撮牧羊人的头目，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朋友，没有任何保障，远离家园，置身在敌视的国度里，他的焦虑我们完全可以了解。换句话说，他选择性的聚焦。请问迦勒跟约书亚跟另外10个忍者龟是什么？就侦探啊。他们一起这12个去了以后，看到亚衲族的高大，看到城墙的巩固，请问约书亚跟迦勒有没有看见？有，对不对？他们都看见了，但是聚焦解读不一样。聚焦说：哦，他们是巨人，我们是蚱蜢，都是红嘴席啊，对不对？结果呢，他们聚焦说，他们虽然高大，然而我们的上帝比他还大，对不对？我们虽然渺小，但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定能够胜他们。哦，这两个不一样，解读不一样，对不对？解读不一样，真的解读不一样。有一个人85岁，老婆死了，整个人就瞬间1个礼拜瘦了20公斤，然后整个都不吃不喝，然后就想要死掉。他痛苦啊！你妈妈这么遗弃我。结果他转念说：上帝给我恩典，让我的妻子陪伴我到85岁，我要感恩了。而且他无病无痛走了，他能够寿终内勤，妈妈叫内勤啦，好，爸爸叫寿终正寝啦，他能够寿终内寝，好美啊！他回到更美的天家，他就擦干眼泪，再次起来。你有没有发现转念？亚伯兰不肯转念，他这边说：哇，我有够，我细汉的啦，我鸡迷啊啦，鸡迷啊，听懂吗？字微小的。他的焦虑我们完全可以了解。他在那边问：谁可以帮助我？我不为自己着想，谁会为我着想？亚伯兰的生命本来是寄托在伟大的应许、伟大的将来，现在却充满恐惧，随时可以了断。所以他要自卫，这是他本能。当我们离开上帝的应许，选择性失意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子。所以他的恐惧逼他做什么？做出他认为最好的决策，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别的方法。已经在进不波铁波罗了，进不波铁波罗，国语怎么讲？要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他只好搞暧昧，他不甘心这样做了，但是没有办法，他这个无解的圈套，若保有妻子，我就陷入危险。若放弃妻子，我只好搞暧昧，左右为难，事又紧迫，别无他法。好，这两个我们谈完了以后，我们来看结果怎么样。你有没有发现，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人喜欢看人外表明显的软弱跟失败，对不对？我们看上帝做了什么？耶和华做了什么？来，耶和华明白，在法老跟亚伯兰之间，他认为亚伯拉罕比较重要。他责备法老，不责备亚伯拉罕。虽然经文没有说，
但是因为亚伯拉罕在困难之中，而且显出他的软弱，所以耶和华上帝没有再攻击他的软弱，因为亚伯拉罕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他这个人被恐惧所占据，所以耶和华没有责备他，不出面干预亚伯拉罕的软弱，但他却责备别人，他责备有权有势的人，而鼓励亚伯拉罕，这好特殊哦，对不对？我们孩子如果软弱，我们就很生气，你怎么可以这么软弱？应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反去做，对不对？然后我们孩子说：“我怕，你怕什么？主与你同在，对不对？”我女儿小时候要来跟我睡，我说不要啦，我要跟妈妈睡。我说不要，你去跟主耶稣睡了。她不要，你来跟主耶稣睡，我要跟妈妈睡，会恐惧。你有没有发现，一面是亚伯拉罕搞暧昧，另一面是耶和华容忍？奇怪哟、而且上帝用别的方法，譬如说给他赏赐新的信息喜信，使事情更明朗，让他往前迈进。亚伯拉罕搞暧昧，上帝没有定他软弱无能，上帝也没有定他说你对信心为什么没有应许？你对我的信心怎么没有信心？对我的应许怎么没信心？你在道德上有瑕疵，有偏差，但是上帝却在容忍中跟和平中，让亚伯拉罕再一次站立起来。这点很特殊哦，这点很特殊，对不对？上帝使他有尊严的向前走，可以说把问题忽略过，如经上所说的，对亚伯拉罕的软弱跟含混，闭上睁一眼闭一只眼。上帝用其他的方法治愈他的软弱，而不是用猛烈的攻击、批评、羞辱。所以实际上，亚伯拉罕与上帝在这些事情上告诉我们什么？亚伯拉罕是代表我们人，人怕的是什么？人恐惧什么东西威胁他？我相信人很多的恐惧，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到底怎么走一条出路。上帝容忍，上帝接纳，上帝给他机会、恩典。那我们来看新约，我们新约的基督徒，那上帝怎么对待我们？我们首先要来承认，人真的有软弱，而且我们要承认，再怎么伟大的信心英雄也有软弱，所以软弱是人人都有。人常常不能果断，所以我们看到牧师软弱，看到执事们软弱，你知道吗？我们看到那些未信主的我们软弱，我们可以容忍他；初信的，我们可以百般的宽容。如果遇到执事跟跟牧师人，怎么可以软弱？你棒打我了，我们都痛苦，对不对？其实人人都有软弱，我们应该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而第二个，我告诉大家了，软弱是一生之久了。软弱是一生之久。请问亚伯拉罕第一次搞暧昧，跟他第二次搞暧昧跟基列之间差了几年？差了20年了。这20年当中，难道他都不长进吗？有，他长进。他容许什么？他容许罗德占有他的土地。他把他的孩子以撒上诏献为祭，做了好多轰轰烈烈伟大的事，对不对？但是20年还继续软弱，这样了解吗？像我以前很软弱，我说我老爸讲，你别改，我别改。啊，我爸爸怎么样说？你4个钉啊钉了改啊，4个钉子钉下去，就说你死都不改变了，靠出来了。这样子做主自己的儿女好不好啊？你这老毛病怎么不改啊？我告诉你，一生之久。
所以你敢结婚就要忍耐对方的软弱，你敢生儿育女，你就要容忍对方的软弱。第三个，软弱是人得胜之后、光辉之后还可能软弱。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第四个，人的软弱很不容易察觉，小事上不忠心的不容易察觉。如果一个人杀人放火、强奸掳掠，我们很容易知道。但是他这边搞暧昧不果断，当做的不做，不当做的反去做，没有尽心爱主，也没有爱人如己，请问容易发觉吗？不容易，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的软弱、自贬、搞暧昧、搞矛盾，这些软弱，所以有些人的失败不是什么失败啊，就是生活作息乱掉了，同意吗？乱掉了，不应该看手机看那么久，不应该看那个，就整个乱掉了。生活作息，然后这一些等等。好，那我们来看新约的出路。我们看旧约是上帝容忍给他新的恩典。来，对于软弱跟恐惧，耶稣基督做了2件事。耶稣基督为软弱的人死，好特殊啊！罗马书第5章里面，保罗说，耶稣基督为罪人死，使罪人成为义人。耶稣为那些做仇敌的死，使仇敌成为上帝的儿女。这2个都好美，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同时也为软弱的人死，使软弱的人开始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圣灵在他里面，成为刚强壮胆的人，有上帝的话语跟上帝的灵在他里面，所以很特殊。所以你想一想，看到某人软弱，你就想到这是主耶稣为他而死的。我可以，主都愿意容忍他、接纳他，我也愿意接纳他。另外，恐惧呢？希伯来书2章10节到15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他是耶稣，耶稣基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唯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就并释放那些因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耶稣为那些怕死的人、恐惧的人死。所以，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在暧昧不清的时候，我们容易被奴役，成为那些有权势者，或者被舆论，或者被别人的期望而我们做牺牲，因为我们想迎合人、讨好人，然后就作践自己，而迎合有权势的人。为舆论，千夫所指，无疾而死，被人家耳语攻击，被人家网络霸凌整个人就活不了。求主怜悯。所以怎么办？有一个姐妹很可爱呀，她老爸问她说：“你不怕吗？”她说：“又不会死，有什么好害怕的？”她真的天不怕地不怕。她老爸说：“你死了，死了到主那里去，离世与主同在，好得无比。”这姐妹不怕，因为她有信仰，处死无大事啊，又不会死，管他的，又死了又怎么样？所以，如果当我们知道基督为我而死，基督为我为软弱人而死，虽然我当做了不做，不当做反去做，然后我没有要应当爱主，却没有爱主，也没有爱人如己，但是主为我而死，主怜悯我，所以主啊，你为我而死，我愿意为你而活，就走出来，我们就可以横眉冷眼面对千夫指，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求主赐福我们，我们可不可以开始学会上帝对人的宽容，对我们的配偶的软弱，可不可以接纳他？对我们儿女的软弱，可不可以接纳他？等候他，让他站起来。
2-3个月前，我们台北的教会在办运动会，我把一个弟兄请过来，高3的孩子，他好软弱，好聪明啊，但是上课就这样吊儿郎当的，一听都懂，他就是不做练习，所以他数学啊、物理、化学都好惨，不想用功。那我就告诉他几个重点，说我们可以等你。结果经过9个月以后，我问他这3点有没有做到？牧师，这3点我都做到了。我说你做到哪3点？第一个，我现在我的生活作息很正常，我整天在算我什么时候要学车，我整天知道我每一天都当做我最后一天来活。我说哇，好美。第二个，我知道以后我要做什么，所以我想办法拼进入好的学校。我说哦，好感动啊！我问他说啊，你呢？你可以进入哪个学校？啊，他说不行啊，台清交不可能啊，大概中字辈的。我说有点，可是我看他那个中字辈不可能，可能淡江也没关系。但是他有答应我，他说牧师你讲很好，你说我高中要读得比国中好，我大学要读得比高中好。我说我进大学我要拼命用功，大一就开始拼。我说啊，太棒了！到研究所转身份可以，好美啊！那我就问他的妈妈，他妈妈很感动。他的妈妈说：“牧师，我等得好苦哦，这还这么软弱。”他需要的是更大的包容 ，waiting and blessing， 等候他，祝福他，给他机会。我相信他自发性的觉醒，他愿意择其所爱，爱其所择，那才是真正一条路，对不对？所以我今天早上写了一个祷告文给这些学车人，祝福他们，求主赐福我们每一个人，可不可以包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软弱，让大家彼此成为一个爱的包容的团契。主啊，感谢你为软弱人死，我也愿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主你的怜悯。主，我们也感谢你，你为我们这些软弱人而死。主，我们愿意靠着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以及你在十字架的救恩跟从死里复活，我们愿意靠着主刚强壮胆。主啊，我们愿意多读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你的应许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软弱，让我们这一生荣神益人，为主所用，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谢谢牧师用神的话语来激励造就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在心灵良诗选第160首，就永不改变。会众请起立。
会众可以先请坐。神啊，我们衷心感谢你，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全赖你的恩典所赐，我们当赞美和感谢你。现在我们以甘心乐意来奉献，在你的事工上所使用，叫教会被造就，叫更多人来感受你的爱及救恩。感谢你垂听我们诚心的祷告和祈求，上奉告主耶稣的名求。第一次来的新朋友，或还未预备或不了解奉献意义，请安静的在座位上，让奉献袋经过你的旁边。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接下来是我们上成为一家人。那第二遍的时候，请大家可以拱手问安。好，大家请坐。接下来我简短报告一下教会的消息。今天感谢陈启峰牧师至本堂国台语分享信息。本周主日后，这个徐德强执事将带领各小组进行教会清洁。邀请弟兄姐妹及小组认养清洁楼层，欢迎参加。1月21号礼拜六办公室同仁休假，1月22主日
适逢春节，教会举行新春感恩礼拜，国台语堂将合并举行。欢迎弟兄姐妹在大年初一一同参加敬拜。教会将发赠新春红包袋，欢迎前来领取。112年的春季制服学院开始报名，本期加开美学造型幸福手作西点烘焙，欢迎报名参加，并为招生顺利祷告。肢体消息部分，因确诊人数增多，弟兄姐妹室内请确实戴好口罩，也为确诊家庭及弟兄姐妹的身体复原做祷告，同时也为平时身体不适及长者们的身心灵健康代祷。会众请起立。3-1颂。我们一起领受上主的赐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常与大家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会众请坐。殿乐之间，请彼此问安。若有需牧者祷告，请至台前。那另外，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展望的一个报告。是世界展望会来介绍他们的事工，以及弟兄姐妹可以参与的方式。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很开心，就是由蔡牧师给展望会这个机会，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展望会在国内事工的服务所在。那我们今天会有2个主题，一个是我们的红包传爱活动，还有一个是寄养家庭的招募说明。那我们先来看一段小影片。你好，我是陈恩，守备位置是游击手，最擅长的是盗垒。你好，我是外中，我是投手。最擅长的是牵制跑者。你觉得什么是更好的打人？就是像你一样去外国打球，然后我会比你更努力，然后要帮助人家。那你想成为更好的大人吗？想啊。期待有一天可以跟你一起打球。你现在是更好的大人吗？还在努力上，但我会继续做下去。好，那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红包传爱这个活动讯息，因为在弱势的族群里的家庭里的孩子们，其实经常面临到资源不足的状况下。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办法跟一般孩子们获得相同的
社会福利的资源或者是生活的资源来成长。然后我们也透过就像年节将近的活动所在，就这样年过将近的所在，所以我们也帮孩子们规划了红包传爱募集的活动。那我们共分为4种，第一个是助学的红包，还有平安的红包、健康的红包，还有希望的红包。各个红包里面包含了不同的意义。那希望的红包就代表是我们想要帮孩子们制作他们的一技之长。然后健康的红包是属于给他们粮食，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心发展。那平安的红包就是生活上的救助金。那助学的部分的话，就是在就学上的服务这样子。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募集的餐会，在2月10号，我们会有一个餐会，邀请大家可以一起募集，大家可以集结一起，然后参加一起来跟我们共享一个餐会，那来帮助这个孩子。那在活动中也会有一些才艺的表演，然后跟自立生活的小孩的一起的分享这样子。那也谢谢你们，就是邀请你们送孩子一份关爱与祝福，给孩子们跟弱势家庭们，陪伴他们度过今年的过年，那也喜乐的迎接他们新年的到来。那第2个业务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寄养家庭的服务。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寄养家庭的服务呢？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上有许多的弱势家庭。那在弱势的家庭里面，有一些孩子是没有办法，是受到原生家庭有一些不当的管教对待，或者是他们在生活中没有办法受到很好的照顾，或者是正逢家庭的环境的改变，因此他的生命可能就会遭受到危机。这时候，社工们就会进去做一个访视跟调查，了解这个孩子在家里面的身心状况是否有遭受到正面临到危急的状态。那如果社工们评估这个孩子正面临到一个危机的处遇所在的时候，我们寄养家庭就是孩子的避风港所在，我们就会把这个孩子从原生家庭带开来，帮他找一个属于他们的安置的地方，就是暂时性的所在。那这个暂时性的部分呢，并不会太久，而只是短暂的让他们在这边先让他们有一个避风港的概念。那可能1年，可能2年。那这个过程中，这个寄养家庭就需要给他们爱，给他们一些情感的支持，给他们稳定、安心的一个家。那这个家呢，其实要怎么申请？我们会有招募的说明会，先跟登记，然后招募的说明会，然后会有探索的团体、夫妻跟个别的咨商，然后我们会进到评估，到家里面去访查，了解你们家的身体生活状况，你们的教养孩子的情形。那我们会收集相关的各项资料之后，就会呈上去社会局那边，让他们去审核，那评估现在的状况适不适合再多一个孩子进来给你们照顾，让你们放在你们家去做一个安定的所在这样子。那等到如果有成功的领到寄养家庭的证书资格之后，那我们就会成为正式的寄养家庭。那担任寄养家庭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媒配孩子了，依照你们的需求跟你们的期待，例如说孩子的年纪、孩子的性别、孩子的状况，那我们去跟你们做讨论。那讨论完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媒配，成功的媒配到你们家之后，社工呢每个月都会进行访视，让你们知道说，带这样子的孩子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帮忙他，来协助他，一起把这个孩子带领到一个身心健康的状态。那寄养家庭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给一个孩子稳定的爱跟关怀，还有他的安全依附。因为这个孩子他的心在原生家庭是受伤的，是破碎的，
所以当孩子们进到寄养家庭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给他满满的爱、满满的关怀，让他在这个家庭是有获得一些爱与安全的约束感觉的。那再来不外乎就是带他去就学或就医等等的，像一般孩子一样的照顾，只是他们的爱是需要更多的。那申请的条件呢，要属于在高雄市内的，然后身心健全，还有有足够的收入，因为带这样的孩子，其实虽然社会局会补助，但是还是要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才有这个能量去照顾这样子的孩子。然后跟居家的安全有空间，然后有照顾孩子的经验，然后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的申请，单身单亲也可以申请。那申请人需要满25岁，然后要国中毕业以上。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费用，因为当孩子住在你们家的时候，也是一个生活的花费跟开销，所以社会局呢就会有一笔小小的补助来补贴小孩子在生活上的需要。那这些是目前我们会依照孩子的年纪跟特殊的状况下去做给予生活费的补助。好，那以上是我寄养家庭的报告。那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对寄养家庭这一块比较陌生，那如果有问题的话，等一下可以私下询问我们，或者是你觉得你对这个业务有兴趣，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那可以把这张页面拍下来。那等你觉得你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都会很欢迎，就是为你们解答任何相关寄养家庭的服务。也希望你们如果有任何兴趣的话，都可以成为寄养家庭的一个小小的家，让孩子们有一个爱，有一个健全的家庭，让他们暂时的避风港。谢谢你们，感谢，平安。那我也在最后请刘部再让那个德强执事介绍一下待会的教会清洁工作。首先，非常谢谢世界展望会一直在儿童方面的一个对社会的一个贡献。那如果大家有在金钱上面有想要协助的，那可以拿到办公室。那这样子，谢谢他们。那接下来我要报告一下今天我们很快我们要打扫我们的大家庭。平常是哪里有福音就哪里有我们。那现在是哪里有脏乱，哪里没有脏乱，对不好，哪里有不整洁，我们今天就会出现在哪里。那我大致上先说一下分组状况，因为已经有一些小组在教会已经完成了一些打扫了。那是这样子，2楼的部分请儿组跟辅导小组的姐妹协助。那这是大方向好，那他们会把书籍跟一些纱窗啊，还有一些桌椅都配置整齐。再来是3楼的话是我们会有电风扇会把它卸下来，所以有些身材比较高大、比较壮硕的，可以在3楼这边协助。然后还有搬一些柜子，那么这个主要负责是由俊奎哥这边协助。这个比较体力活的话，就是上炉会协助，所以上炉已经在这边了，大家可以看到。那这个搬柜子看到这个体型就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再来的话，楼梯间的话是请伟翔哥协助。那我们还有一位容基弟兄，他会协助这个清扫就是纱窗的部分。所以其他弟兄姐妹如果看到哪里有协助，比如说要卸下这个电风扇不容易嘛，但是清洁的话很容易。如果有人需要这个抹布的话，我这边还有，所以随时可以，我这都2条，可以跟我来领取。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很有限，我们就是非常赶的，我们就希望我们同心协力的情况之下，30分钟之内，我觉得是绰绰有余。那如果超过30分钟的话，那我想就是你们就是继续的进行也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要这么赶呢？因为孩子的因为小朋友会帮忙啊，那如果小朋友肚子饿的话，总是不容易，我们要处理一下。那我们就是规定就是在12点从现在开始大家一起进行到12点结束。
结束之后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会进行抽奖的活动。刚刚台语堂已经抽过了，我们有抽出丰富的大奖，在大家眼中那很丰富，那这样子，我们就12点钟结束的时候，请大家在1楼，我们会用那个大家发奖券，然后我们来抽出幸运的会众，好吗？那请大家一起跳起来喊解散，解散。